係 Sedona，歡迎返嚟我個 channel 啊！我哋繼續一齊嚟講下娛樂新聞下。今次咧我就想講鍾培生。咁喺節目開始之前咧，希望大家俾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個頻道啊！多謝晒。香港富四代鍾培生早前宣布同區議員莊雅婷求婚成功，拍戲咁變咗真人版日本漫畫《進擊的巨人》，喺淺水灣鍾家大宅由30米高空吊威啊，啡一聲咁飛落地，即刻洗版各大社交平台。求婚成功之後，兩人更首度公開合體，現身仁濟醫院周年慈善晚會，手拖手見傳媒。莊雅婷同記者大 show 鍾家嘅家傳之寶鑽戒，鍾培生就話：以後睇住我老婆，有乜嘢就插我，唔好搞我老婆。咁鍾生為咗呢次求婚，提前準備咗2個幾月，使咗過百萬，學織圍巾、練吊威亞等等，詳情我就唔贅述啦。有興趣大家可以上網睇返佢條片。呢排莊雅婷基本上都係着啲鬆身衫，好似係見肚好大機會雙喜臨門，恭喜晒！過往鍾培生講過，其實結婚就好簡單，大家等價交換，男人就照顧女人一生一世，女人就負責生兒育女，睇好頭家。但係而家好多女仔又唔聽你講，又使 Q 晒你啲錢，勾佬又貼仔，成街都係襟兄弟，仲要話唔肯生仔，咁我娶你返嚟把鬼咩？我養隻貓算啦。咁鍾生就認為咧，結婚係必須生仔嘅。鍾培生，香港商人，祖籍福建，香港電子競技有限公司創辦人兼行政總裁，香港遊戲產業協會理事，以及國際電子競技玩家，被媒體認為香港電競之父。鍾培生嘅太爺為福建僑商鍾明選，阿爺為華夏置業創辦人，人稱工廈大王嘅鍾江海，阿爸就係華夏置業現任執行董事鍾仁偉。佢早年就讀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同聖保羅男女中學，及後到英國升學。16歲進入大學轉修數學同經濟學，2012年由美國南加州大學畢業。2013年，佢從投資銀行轉向電競行業，成立香港電子競技有限公司，並於2018年以創辦人嘅身份入選福布斯亞洲30歲以下嘅精英。佢嘅項目係消費科技，專注於內容創作、活動製作同埋團隊管理。2019年7月起喺 YouTube 經營個人頻道，內容主要以分享對唔同話題嘅想法及回饋影片為主，至今已發展成超過14萬訂閱嘅頻道。2016年登上第6期傑出人物刊物嘅封面人物，傑出人物以香港電競第一人形容鍾培生。封面故事內文講述鍾培生打造香港首個電競專業嘅親身經歷，以及展出多張 HKES 創辦過嘅活動照片。2021年2月，同藝人林作喺網上掀起罵戰，並召開記者會表示2021年9月18號舉辦培生擂台，邀請名人及拳手等出席參賽，並提供售票觀眾嘅門票最貴達2萬幾蚊。鍾培生表示會將收益回饋俾 YouTube 頻道嘅會員。2023年同知名實況主 Choice 喺網上掀起罵戰，並宣布參加7月5號拳上2023終於之戰拳擊賽事。鍾培生及 Choice 分別獲得1000萬及300萬港幣嘅拳酬，獲邀出戰。喺當日嘅門票一經發售就即刻賣晒，多達萬人嘅觀眾下，鍾培生擊敗 Choice。大埔宏福苑大火引起咗社會關注圍標事件，佢喺2025年12月18日宣布成立香港正義聯盟，專門協助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去管理物業管理公司嘅顧問。鍾培生曾經同多位女藝人傳出緋聞，包括蔣嘉文、陳婉嫻、袁嘉敏、葉倩文、日本室內設計師 Momona、陳嘉善、簡淑兒、
陳若思、網紅 Ashley、平馬人 Sarah 同埋黃子欣。不過後尾袁嘉敏同鍾氏父子反目，話佢哋每次開價1000蚊傾心事，直指佢哋係人渣衰格，喺鍾家嘅1年係一場噩夢。咁我哋又講下佢個未婚妻莊雅婷，佢喺2000年出生於香港，中學就讀啟思中學，2018年完成國際文憑，大學曾獲英國學校北京大學同時錄取。後於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、江華管理學院雙學位就讀。喺2021年香港立法會選舉，曾經協助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助選。嗰陣時，佢響應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嘅呼籲，開始參加地區事務，例如喺2019年 Covid 疫情期間派送物資、到訪老人院等等。2023年獲政府委任為西貢區議員，佢亦都係最後生嘅區議員。喺就任區議員期間，曾經協助辦理大灣區咖啡節。出席活動嘅時任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莊雅婷當年就讀北京大學，係棄暗投明。喺2025年嘅6月24日，莊雅婷報名參選2025香港小姐競選，並進入咗首輪面試。莊雅婷表示，因為搭建更好嘅溝通平台，同埋吸引市民更加了解我哋嘅地區服務而參選。參選隨即引起社會嘅廣泛討論，有聲音質疑佢參選時由議員助理陪同，會涉及公帑運用於私人事務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，對莊雅婷嘅參選並唔知情，並認為區議員需遵守履職監察制度及履行職務。以其所屬嘅政黨民建聯主席陳克勤就強調區議員需要履職盡責。有報道就引述不具名嘅建制派人士，認為佢拖累咗建制派嘅聲譽，野心行錯棋。而時事評論員劉世良就認為莊雅婷參選係為咗增加知名度，以便佢喺年底選舉晉身立法會。6月25號，莊雅婷表示參加選美唔係所有人都可以接受，影響市民對區議會嘅觀感為由，喺自己嘅 Instagram 宣布退選。麥美娟隨後表示樂見區議員以服務市民為優先。時事評論員吳志森就認為佢係因為受到黨內嘅壓力而退選。咁唔知大家對鍾生同埋佢嘅未婚妻又有咩睇法呢？歡迎你嘅留言啊！好，咁我哋今日咧就講住咁多先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